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欢迎收看10月25公视台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比。今仔日新闻头起先，就先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大选敢若剩无2礼拜，美国总统 Trump 疑似提早投票，佮用真趣味的口气讲，伊等候一个合作 Trump 的人，也就是伊家己。也若是对手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是伫宾州造势，但是伊和支持者保持社交距离，是咧靠说 Trump 帮大型活动做了无顾防疫。挂翠安离开佛州一间公共图书馆投票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去年将佛州为纽约改革上大摇摆州佛州的川普，支持提前投票，马上伫推特发文表示大投票，真大争议，也搁伫现场讲投互家己。Who did you vote for today? I voted for a guy named Trump.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11月初3就要大选，2组候选人把握时间，真全力有票。前总统奥巴马伫佛州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第2摆徛台，拜登是伫宾州造势。伫美国单日新增加确诊超过8万人的时阵，伊靠车川普9月连续办3场大型活动造势。I don't like the idea of all this distance, but it's necessary. I appreciate you being safe. What we don't want to do is become super spreaders. 做好严密防疫措施，真侪人拢到纽约的投票所。美国目前已经超过5400万人提前投票，也显示选情激烈。离大选剩无甲2礼拜，有学者推估今年大选的投票人数会有1.5亿人，投票率可能创下美国100多年来上悬。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阿富汗，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拜六发生自杀炸弹客攻击，造成上无18人死亡，57个人受伤。对灾难当中活落来的人表示，炸弹崩溃的时间拄好是准备上课的时间。炸弹客伫教育中心外口引爆身躯顶的炸弹，伤亡的大部分拢是学生。发生炸弹案的地点，喀布尔西区的居民大部分拢是什叶派的信徒，因为嘛是伊斯兰国主要的攻击目标。2018年也捌发生恐怖攻击，昨的这起攻击案，伊斯兰国 ISIS 已经出面讲是伊做的。转来关心国内的消息，台东美丽湾的度假村开发案已经完工10多年啊，到今也无法度营运，业者未堪你亏损，提出仲裁。向县府求偿12亿，将台东县政府宣布结果，表示县府唔免赔，唔过会甲度假村的主体建筑物赔落来。度假村厝顶部分的红厝叶落落来，房间外口的栏杆落拆。96年就完成主体建筑的美丽湾度假村，因为环评结论，防力度撤销。10多年来，由于无法度营运，业者伫1807年8月提出仲裁，要求终止契约，搁较向台东县政府要求赔偿12亿7922万。早起，台东县长廖庆玲宣布仲裁结果，指出仲裁庭认定县府无需要负担损害赔偿，谈到了业者家己负责。这次仲裁庭的判决结果，对台东县政府来说是相对的有利。另外，建筑物仲裁庭采用台东县政府主张的估价方式，计算金额是6.29亿。伊契约有偿移转予县府，代表由县府买做转去，县府认为这是上低也是上有利的金额。县长廖庆玲搁较正式宣布，要将美丽湾正名做三湾湾。未来将不会再有美丽湾这个名字，山园湾应该正名为它原有的名字。美丽湾这个名词。就到今天为止。县府强调，建筑物移转了后是全台东人共同负责，安全处理要经过民意讨论。三关关是朝向共有海水浴场开会，环度假村的团体坚持应该拆掉。买回来是不合理的啦，应该是要无偿。我们也希望说，县政府可以就是听从主流民意，就是拆掉，然后把沙滩还给人民跟大自然。县府指出，这个开发案征期超过16年，接受仲裁结果，并且宣布三关关重回台东人民所有。也毋过，反行动联盟对这个结果表示痛心，认为以天价买回违法在先，破坏地景的建筑体。台东县民为什么爱替业者补破空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年第18号的风台莫拉菲将半暝2点形成，预计拜3会开始落雨。咱来看上新的温度。
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是侪云到好天。今仔日早起的上低温是伫花莲里溪潭的16度8，各地温度北部大约是24到26度，中南部是29到30度，早暗拢会较凉，观众朋友就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另外，今年第18号的风台已经形成啊，虽然未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对拜三开始，北部甲东半部可能就会开始落雨，拜四温度会阁继续下降，观众朋友就要穿好少。韩国有不少民众自流感疫苗了后煞死亡，到昨为止已经有48人过往。台湾有真侪民众就有够烦恼，因为法国药厂 Sanofi 疫苗咱嘛有进口。不过，韩国是无共批。目前台湾驻公费流感预防社民众出现不良反应的有51个人。另外，咱台湾昨国内是增加2例带病入境的病例。做流感预防社无到6岁囡仔是妈妈好，爸爸妈妈真唔甘，不过感觉真好。加在台北市联合病院加开礼拜六早起的门诊，才能带囡仔来做增加保护力。平常要去打，第一个上班不方便。已经等很久疫苗了，可是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地方可以打。台北市卫生局为库存剂量调配幼婴疫苗剂量，每诊提供100剂，当中由法国药厂赛诺菲疫苗，有家长看到新闻知影韩国出现治疗后死亡案例，心情会烦恼。说实话，刚开始还是会有一点啊，但是有打总是比没有打来的好了。指挥中心已经表示，台湾甲韩国进口配合无同，也无出现同款死亡的案例。24记者会阁提出上新的数字指出，目前国内已经有注册到400万剂流感疫苗，不良反应事件通报51件，严重不良反应12件。赛诺菲有1件是心肌炎，39件非严重不良反应，赛诺菲有11件。发言人曾仁祥强调，目前流感疫苗还未有无正常的信号。全国药物不良反应通报中心，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做独立的做一个评估啦，它可能是跟去年或前年同期的资料来做比较。另外，对台北市传出校园公费流感疫苗报告，曾仁祥表示，其实卫生局事先拢有做出评估，校园集中住的数量，研判应该是后来有意愿的人向增加，相信台北市会继续调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联合报，台铁因为轨道断闸的事件，逼出新的轨道巡逻车验收11遍拢无过。联合报进一步发现，2017年向厂商新通买5台工程维修车，去年交车到达验收2遍嘛，也未过关。接落来是自由时报，根据自上12个调查，自2018年以来，北台湾有咧50个透过危楼改建的新建案，其中上贵的是咧台北大安区，搭配平均是185万，比区域的行情悬2成。上尾来看《澎湖日报》，统一赛将以3-2拍败中信兄弟，摕到季冠军。这也是统一7年了后，搁再摕到队伍的第14座季冠军。31开始，会伫台中洲际球场甲兄弟进行7场赢4场的台湾大赛。最近台湾甲帕劳一直咧规划互相开放旅游团入境，唔免隔离检疫的方案，但是昨已经确定暂时延后。卫福部长陈时中证实，原因是帕劳迄边坚持入境共款爱隔离7天，不过对旅游团来讲，这是真歹实行。台湾北流旅游起泡有头无尾，确定暂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证实，因为北流方面认为当地医疗量能加检验量能无够，只有1间病院、80个病床、5个隔离病床，也坚持都算来自低风险国家，入境北流也是爱居家检疫7天，入境甲出关进程拢爱检疫。除了昨天的会议，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暂停了，除非他们的检疫的措施是有放松，我们才有可能往我们要的方向去进行嘛不过目前帛琉他们是说认为他们自己的医疗量能不足，那虽然我们是低风险的国家，但仍然那个检疫还是要7天，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在旅游上要那7天实在是有困难。指挥中心表示，计划一开始是北流主动提出，即卖也因为北流无愿意放量边境检疫措施，只好暂停。
不过，相比议员有开放态度，未来严格讲，交通部已经做好旅游去抱团标准作业流程准备，会继续观察是毋是有其他国家应参详。因为国际疫情依然无等好，但市长出席医师职业工会会员大会时表示，目前台湾是幸运，无算有疫情流行，若是拓开病院容量恐惊问题。在 COVID-19 这一次的一个疫情里面，我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医院不能再经营效率这么高了，它留一些余裕。那这一次，我们大概是应该是说，我们非常幸运的，我们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并没有真的起来。如果真的起来，以我们本来对这样的医疗的量能的使用的方式，其实我们医疗会垮得很快。人力甲健保会调整关系病院量能，卫福部正式23开会，听学者专家建议，高算明年健保的安全准备金无到1个月，不过如何引进什么时阵会起，目前也无明确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新冠病毒疫情摇力滚加，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4200万例，114万人死亡。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总增加2站大病入境的病例，目前是550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5200多例，日本超过96000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82万例，印度超过781万例，巴西超过538万例。欧洲的方面，西班牙超过111万例，法国超过100万例，英国超过85万例。秋天已经到啊，又搁是病毒探生季节，欧洲的疫情就搁有压起来的状况。各国的政府防疫措施哪来哪严格，法国、意大利小连续扩大宵禁的范围。法总统马克龙就强调讲，防疫限制会愈来愈严格，因为疫情可能会一直拖到明年热人。法国这礼拜正做欧洲第2个新冠确诊病人超过100万的国家，23一天确诊超过42000例，创下新冠纪录。政府宣布扩大夜间宵禁实施范围，影响4600万人的生活。总统马克宏伫病院视察了后强调，宵禁措施未减少，只会更加严格，因为疫情可能会继续到明年热天。J'écoute les scientifiques, le conseil scientifique, et je dois dire que vous n'étiez pas en désaccord quand on en a parlé. On voit bien qu'on se projette au mieux jusqu'à l'été prochain. La question, c'est comment justement vivre avec le virus dans cette période. 西班牙这礼拜比法国更加早超过100万的确诊人数，虽然政府无实施宵禁措施，不过为2时开始，为半暝12点到加工透早6点，禁止2个无同款的家庭成员伫室内进行任何社交活动。酒吧的人客人数也要减少一半。Cuando acabamos de alcanzar en esta semana el registro oficial de 1 millón de contagios, los estudios de seroprevalencia que han hecho las instituciones públicas, con expertos científicos a la cabeza, indican que el número real 意大利首都罗马甲米兰等大都市，伫第2波疫情冲击之下，也宣布禁止夜间宵禁。暗时9点了后，公共广场全部关起来，禁止伫室外来食物件。100名科学家23协配合政府，呼吁执行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甚至无少2道封城来阻止疫情生脱。欧洲大陆目前超过780万人去验到病毒，将近25万人过身。加上美国23也创下单日8.3万人确诊的纪录。即马冬天就要来啊，疫情只会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出名的凉水店清心福泉，和检调单位查到甲合作厂商大量做花开假发票做假销。清心福泉昨是紧急开记者会，表示讲因是受到合作厂商的牵连，会主动甲税列补清，甲法院说明厘清事实。连锁饮料品牌清心福泉20早起紧急召开记者会，为的就是和高雄地检署起诉的走私案，向检调查清心向杯赛厂商大量玻璃拢买入杯品了后，会转卖予加盟店。
专卖检查所伫凶险怀疑，大量以跳开发票申报不实销售金额方式提清心招税。出售杯品给各加盟店的部分，也是由大龙公司以虚开发票给各加盟店的方式，制造各加盟店向大龙公司购买的假象，以此来逃漏税额达4700多万元。重新回应凶险指控表示，是被同款防起诉，也个另外涉嫌低保零饮杯营业量，就此走漏回收轻度处理费达到3亿5000多万的大量牵连，已经向国税局申报6000税款，也会主动向法院澄清事实。处理费上面就是没有尽到完备的责任，那这部分他没有及时做缴纳，那也间接的去导致清心福全受到牵连。买卖关系发票是直接由大龙或者其他的公司，他们集团有其他的公司直接开给加盟店，加盟店也照这个价格把钱实际汇给大龙，付给大龙，所以没有虚开多点。面对清心法案案是受大量牵连的讲法，大量负责人无加做回应，只表示是家己甲公司对法令无清楚，该立的后手会立。不熟悉这个法令，结果阮发票就会有因的连锁店啦。安尼袂使啦，我的发票是要清心福全啦。高雄地检署针对大量甲清心福全两间公司的相关人员拢作落柜，涉犯3人以上共同诈欺得利、刑事业务定在不实文书甲帮助走税等罪嫌，最近将向法院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头一条家己起的捷运绿线，因为一寡车站的地点计划要征收546公顷。有抗争团体就表示，征收的面积根本就超过真正会用到的土地，将为900位民众出面抗议。拒绝腐烂征收！拒绝腐烂征收！伫北报条第黄色代表的图，甲绿色代表做部的手印，表达对征收案的愤怒。桃园录到900位居民甲农民临时站出来，成立绿泽农地守护联盟。呼吁市府停止审议绿泽车站4块为土地的开发案。他就是在站体的附近框了一圈又一圈，我觉得那是一个灭村跟灭家族的行为。他没有问我们你们想要发展的样子是什么。当建设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驱离的。当时的剔除是造成现在帮我们变成产专区的时候是一个变相的惩罚。我们也担心都是烟囱，那也担心有很多的污染。联盟表示，绿泽 G12、G13、G13A 3个车站只需要3.32公顷用地，政府已经出地。不过4块位的土地开发，却被征收546公顷土地，是继续桃园航空城全台面积第2大、人数上侪的区段征收案，违反土地条例必要性关键。大家都要站出来要求政府要赶快改变这样的制度，不应该再继续压迫跟剥削人民在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人权。联名大城化假释金第10本拒绝普兰征收，坚决守护农地等口号，强调坚决反对桃园市政府的绿泽灭农计划，也宣布将伫最近就把到行政院及7等单位抗议，宣示抵抗土地征收、守护家园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报尾啊，来看较轻松的新闻。第8届乌百旗全国高中棒球赛，今年拢总有194队4300多名选手参加。今年更较特别的是，女性的教练甲球员拢总有88人，是这几届以来上侪。副总统赖清德甲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徛伫斗手区担任开球嘉宾。第8届乌百旗全国高中野球赛支持伫台中开幕。赖清德表示，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不过乌百旗也是会继续，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的野球是真感动。天豹旗全国棒球大赛就是台湾的甲子园，除了是全国最重要的基层赛事以外，其实也是每一个怀抱着棒球梦想、追逐理想的重要的所在。今年乌百旗全国194队，4300多名选手参加，其中85名女球员甲3名女教练，是历年女性参加比赛上侪一摆。赖清德也代表大会送粉红色球棒，予这女球员甲女教练。
棒协理事长高仲良是强调，野球对台湾的重要性，勉励球员爱踢出上好一面，全力以赴。一定要捍卫你们学校名誉，努力打拼，因为你们今天能站在这里，得来不易。你们将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主办单位表示，这一届乌霸旗为落实无分级别、性别的赛制精神，除了女性参加比赛增加以外，今年也第一摆取消种子签保障。传统的强队有希望提前有赛交手，会让比赛更加有看头。记者综合报道。有上水的电车这项名号 EMU900的通勤电车，将已经送到台湾了。代替表示，新的电车上紧的伫旧历过年之前就开始伫北部服务。伫铁骑路的5望之下，头一批 EMU900型通勤电联车为船顶卸落来，车身有像微微笑同款的图样，简单的设计被叫做上水电联车。这款通勤电联车采用10台编组配置，比代替目前只有8台编组，运量提升40%，上紧每年投入营运。初期到了，我们会先在北部的都会区，因为它的运量比较。可以大幅的提升。那另外呢，我们明年6月，我们也会有600辆的城际列车到台湾。那城际列车最主要就是以花东的运输为主。来自全台各地的铁骑路迷，组织伫花莲港，像咧翕新列车上环镜头，代替7摆开253亿，向韩国现代路铁公司买520台 EUM900型通勤电联车，摆落头一批高车20台，剩500台，将陆续伫明年、后年甲大后年高车，当年太换旧车。这小小的细节我们没有注意到，所以经常会造成很多大家不想见到的事件的发生。所以在这里呢，透过今天的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我在这里更是强烈的要求台铁局在有关安全的落实上是真的是不可打折扣。代替伫拜五一天内发生3件列车故障事故，3列车拢是车龄超过20年的老车。交通部处长陈建斌出席新车来台典礼讲。代替要做好安全控管，代替产业工会呼吁代替需要落实检修各方面标准作业流程，避免事故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美国总统 Trump 伫上尾场总统辩论的时阵，批评印度的空气是真害。根据上新的报告指出，印度的空气当中的有毒分子 PM2.5高度是全世界上悬的。即马佮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印度面临2大危机是头壳无咧烧。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顶边24幼园是搭着浓浓的雾霾，空气品质非常歹，民众埋怨空污毋但是严重伤害健康，也影响视线，会当讲是活伫大型的毒气室。सांस लेना बहुत मुश्किल है। थोड़े दिनों में तो हम लोगों को ऑक्सीजन सिलेंडर लेके चलना पड़ेगा, ऐसा लग रहा है दिल्ली में। और दिल्ली जो है एक पॉल्यूशन का गैस सिलेंडर जिसे कहते हैं ना, वो बन चुका है。印度北部当年的11月到过当年的2月空污上严重，主要是农民烧作物的残机清理农地，加上车辆甲庆典放烟火产生的浓烟，也佫有无风的气候，拢是造成空气污染的指标，也是和 PM2.5真紧称冠的主要原因。印度目前的 PM2.5达到每立方公尺180到300微克。超出世卫组织标准12倍。2020年全球空气品质报告，印度是全球 PM2.5浓度上悬的国家。就连美国总统川普伫最后一场总统辩论时，拢批评印度真歹的空气品质。Look at China, how filthy it is. Look at Russia. Look at India. It's filthy. The air is filthy. 川普的批评引起部分印度民众的不满，要求总理莫迪做出回应。不过，印度媒体却表示，川普只是讲出实情。And there was one quick reference to India, which came up where Donald Trump mentioned that the air is filthy in India. Now, that is stating the obvious. The air in our country is sadly filthy. 除了空污危机，印度也是全球第2大新冠病毒确诊国，超过780万人确诊，接近12万人死亡。加上印度的电风选举后礼拜特别举行，各种大型造势活动涌至大批民众，又有可能致使疫情快速恶化。空污甲疫情已经变成印度当前面临的上重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是侪云到好天，早暗拢会较凉。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0度到27度，中部地区是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是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7度，华东地区是18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